咁啊，介紹俾大家嘅呢個係香樟綠洲嘅一個大型社區嚟㗎嚇，總數70幾棟嘅電梯單位。然後呢個咧睇到我哋綠化係非常之充足嘅，社區比較大啲。而家睇呢個係2012年嘅一個3房1衛啊，一體兩戶戶型啊，上去睇睇。歡迎回家，睇到呢個電梯小高層咧，房間值99個平方，然後一梯兩戶㗎嚇，呢個總高先係11樓。呢個單位係等於單邊位，所以採光同埋我哋景觀係非常靚仔。首先嚟睇睇下海景睇得多啦，咁我哋一線河景啊，石馬河呢邊咧，成個河嘅兩邊河堤咧已經係整備齊全，比較舒服，綠化都係整緊嘅，所以一步步咁樣完善緊呢個配套嘅。咁呢個單位啊，差額分離，但係業主之前喺度住緊，但係拎包入住都可以嘅，而家保養都非常 OK。咁呢種戶型為一個優勢咧，就係佢個單面位採光非常之 OK， 3間房啊，啲露台都係可以望到我哋一線河景，包括我哋呢個廚房位置都係望翻我哋河景嘅嚇。睇睇我哋邊嗰個佈局啦，3間房係比較均勻啲，因為房間淨99個平方，3個房間係非常之均勻。呢間客房做咗榻榻米嘅一個電嘅，然後呢邊個窗咧都係朝正南向。我哋兩間房間同埋我哋個廳咧都係朝南。呢邊客房呢張床細啲啦，1.2米，呢邊個飄窗位咧係朝北向嚇。整體如果開咗門咧，就等於南北通透位置嘅啦。睇翻我哋主人房，而家係一個2米大床同埋我哋頂天衣櫃。呢個細露台咧都係朝南向啊，一眼就望到我哋一個綠化河景啦。而家總價 total 80零個啊，大型小區，2012年嘅一個比較新少少嘅樓齡啦。而家如果有興趣嚟現場睇睇。